今日嘅開場同平時有少少唔同，我想用一個小遊戲去開始今日嘅內容。首先，請大家望住個畫面，大家係咪都見到一隻粉紅色嘅大笨象？好，我相信大家都見到呢一隻粉紅色嘅大笨象。如果大家玩過呢一個小遊戲呢，可以直接飛去呢一秒。未玩過嘅觀眾，跟住落嚟呢，我想你哋去做一件事。就係嚟緊嗰1分鐘，盡量唔好諗起呢一隻粉紅色大笨象。每當大家諗起嘅時候，就數1次，睇下1分鐘之後大家會諗起佢幾多次。而家開始計時，時間到會有叮一聲。好，時間到。我估絕大部分嘅人呢，喺嗰1分鐘會不斷諗起呢一隻粉紅色大笨象，甚至乎我會話你今日都會成日諗起佢。究竟呢一隻粉紅色大笨象同今日嘅主題自卑自信有咩關係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桃，一個90後輔導碩士畢業生，而家喺香港做緊全職輔導員。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講下我係點樣讀咗輔導之後，由一個自卑嘅人變得有自信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當我啱啱叫你哋盡量唔好諗起呢一隻粉紅色大笨象，你偏偏呢就會諗起佢。我想話俾大家知，其實我哋個腦有一個自動導航嘅系統，可能只係有一次你嘅老師、屋企人或者朋友同你講咗一句：點解你咁蠢㗎？點解你咁廢㗎？可能係一個責罵，或者只係一個玩笑，但就算佢幾輕描淡寫咁講出嚟，呢一啲嘅說話就好似啱啱嗰隻粉紅色大笨象咁，深深烙印咗喺你嘅腦入邊。就算你盡力控制自己唔好去諗，究竟我有幾蠢，究竟我有幾廢，你都係會成日諗起佢。咁樣又點會自信呢？不過唔使驚，我哋可以洗自己個腦。當我哋俾自我否定呢一隻粉紅色大笨象佔據咗個腦，我哋係可以訓練另外一個諗法去肯定自己。例如諗翻一隻灰色嘅大笨象，令我哋盡量唔好諗粉紅色大笨象。咁下次自動導航系統呢，就會帶我哋去諗呢一隻自我肯定嘅灰色大象。玩完呢一個遊戲之後呢，接住落嚟，我想請大家幻想一下一個情景。你而家喺條街上邊見到一個你識嘅人，你同佢打招呼，但佢冇應你喎，你會有啲咩感覺同埋諗法？喺呢一度停幾秒俾大家諗下。我估當大家聽到呢一個情景，個腦都會彈咗一啲嘢出嚟。可能你會諗佢係咪唔中意我啊？覺得有啲唔開心，又或者會諗點解佢咁冇禮貌㗎？覺得好嬲。又可能你會諗，哇，會唔會俾人見到我同佢打招呼，佢唔應我，覺得好尷尬。如果大家都係彈咗一啲負面嘅情緒同埋諗法，其實係好正常嘅，因為我哋大腦咧係傾向諗一啲負面嘅嘢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幫到自己呢？就係練習凡事諗多幾個可能性。講返打招呼嗰個情況，可能你以為佢見到你，其實佢發緊夢，根本就見你唔到。可能佢今日唔記得咗戴眼鏡出街，又或者咁啱佢發生咗一啲大事，當時六神無主，反應唔切。咁當然啦，一次半次可能佢真係見唔到你。咁如果幾次都係咁，我哋先至再諗有冇其他可能性。喺呢一度咧，想送一句說話俾大家：如果可以咧，就唔好將事情推俾惡意。
我重複一次，如果可以就唔好將事情推俾惡意。佢可能係咁啱睇你唔到，而唔係特登扮睇唔到你。認真，當我學識咧諗多幾個可能性之後，個人真係會開心咗、自信咗好多。好多時咧，可能人哋只係唔知或者唔識，並唔係有心去同你作對或者專登令你唔開心，除非佢變態噶啦。萬一有個你識嘅人真係特登唔同你打招呼，就係為咗令你唔開心，咁我希望大家唔會咁容易因為人哋嘅一個行為而自我否定。台灣好出名嘅主持人蔡康永講過，塊鏡好污糟嘅時候，我哋唔會以為自己塊面污糟咗。咁點解人哋做啲好差嘅行為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差嘅係自己呢？但願咧，大家都會有智慧去分辨究竟係塊鏡污糟定係自己塊面污糟。講咗咁耐，我係點樣變得有自信嘅呢？就係當我知道我哋個腦原係咁自動嘅，而且諗負面嘢係比較多，我就開始有意識去控制佢。以前咧，我同男朋友玩桌遊嘅時候，10次有7、8次都係佢贏，咁輸咗我係會有啲情緒嘅。後來咧，我就諗，點解我會有呢一啲情緒嘅呢？原來就係我個腦咧直接落咗一個結論，我個人好廢。咁但係玩桌遊輸咗代表啲咩？其實就只係玩桌遊輸咗咯。可能係我玩呢一款桌遊唔叻，又或者我玩桌遊真係唔叻，但都唔等於我個人係廢。當我諗通咗之後咧，依家就算我輸咗，我都覺得冇乜嘢。喺呢一條片入面咧，我希望俾大家認識到我哋大腦自動導航系統。另外咧，都希望大家可以建立一個正確嘅自我評價。愛因斯坦話過，每個人都係天才，但係如果你用爬樹嘅能力去判斷一條魚，咁嗰條魚會一世相信自己係好蠢。如果你係一條魚，你要識用游水嘅能力去評價自己。最後就係適當咁自我肯定。喺做輔導不內耗嗰條片，我有講過做輔導員要企得穩。其實咧，唔止輔導員，做人都要企得穩。如果你都唔肯定自己嘅價值，就算有1個人、100個或者1000個人同你講你係有價值都冇用。今日咧，我想送3個字俾大家，分別就係自動導航、自我評價同埋自我肯定。希望咁樣大家會易啲記住。咁就算真係記唔住都唔緊要，記住隻粉紅色大笨象就夠啦。下次咧，當隻粉紅色大笨象再出嚟嘅時候，大家知道要點做啦。歡迎你哋話俾我知，喺嗰1分鐘你諗咗幾多次嗰隻粉紅色大笨象。你哋可以試下同屋企人朋友玩下呢一個遊戲。如果你覺得呢一條片幾有趣又幫到你嘅話，記得 share 出去。最後補充一句，其實自動導航系統咧唔係咁壞嘅，佢係可以幫我哋日常節省好多思考嘅時間，去方便我哋嘅生活。我哋要識得去運用佢。今日咧，我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先。我係阿桃，一個90後輔導碩士畢業生，而家做緊全職輔導員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